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4月19 AM 新闻，我是陈志安。新闻一开始，先来看，因为以色列甲伊朗的冲突，搁有美国联准会讲无要降利息，也搁有台积电发售会消息，台股今开盘是一直咧落，盘中搁落超过1000点，落尾是收伫咧19527点，台积电800块嘛收无掉，落54块，收伫咧750块。拜五台股一开盘，真侪投资人的心情是一个落到谷底，因为台股搁一摆是落破2万点，一路探底，盘中搁大落1000点，后壁落幅较收一寡，总值收伫19527点，落774点，是史上单一天上大收盘落点。宽宏台积电是受到发税会影响，开盘一片青，落尾落54块，收伫750块。季线跟这个19000点的这个整数关卡之间，应该有机会出现一个技术性的止跌。那至于说未来这边是不是能够形成一个这个坚强的止跌点呢？那还要看国际股市未来的变化而定。专家分析，受到台积电发税会、国际上冲突升温和美国联准会降利息的卡波放慢影响，拢让股市的气氛真歹。证交所讲，若股市发生非理性的连续落盘，必要的时阵会配合主管机关的政策，采取各项稳定市场的措施。观察19个新台票表现嘛歹。若尾以32.52块来作收，落1.36角是创8年新低。只是国内4月初拄调整定价，加上国际局势无稳定，专家发现通膨有一直起嚟的趋势，呼吁央行爱密切观察，若有必要，都要较紧提出措施来压制通膨。我们的确也有内忧，也有一点点外患。外患就是说是国际原物料还有国际局势的这种。影响到供应链重组的问题。中经预测今年台湾经济成长率是3.38%，成长模式是内外拢稳。国内消费者物价指数的年增率是对1.88%，一个起哩正侪到2.3%。民众会真有感觉物价拢起啊，嘛替内需消费市场的表现投入变数。记者综合报道。中东的局势是继续的滚加，伊朗的第3大城核研究的重要所在伊斯法罕，透早是传出爆炸。美国方面是讲，这是以色列为着要报复顶礼拜伊朗空袭所发动的。伊朗这边是强调，目前是有查到几架无人机，而且嘛甲拍落来，但是并无飞弹射过来，核子设备嘛无受到任何的损害。伊朗中部都市伊斯法罕19透早伫机场甲空军基地附近传出爆炸声音。外媒引用美国官员的消息指出，这攻击是以色列为反击伊朗顶礼拜向以色列境内发射超过300粒飞弹。伊斯法罕是伊朗第3大城，部署空军基地甲真侪航军所设施，也是重要核子研究重点。根据伊朗国家电视台讲法，伊斯法罕所有核子设施拢无受损，当地目前进行拢正安全。فضای اصفهان اینه که کاملا شهر در امنیت و آرامش هست مردم دارن زندگی عادی خودشون انجام میدن حداقل توی منطقه که ما هستیم نه جای خورد نه جای آسیب دید هیچ这伊朗科技军官表示，爆炸声音是可疑物件，确定防空系统有3架无人机被拍落，暗过无受到任何空袭回报，进行飞行追踪网站。Flight Radar 显示，几啊架往伊朗领空附近的航班转移方向，暗过伊朗当局讲，往来当地机场的航班即马已经恢复正常。A lot to be clarified, but it does appear that this was a limited strike intended to demonstrate that Israel has the ability to attack inside Iran and hit fairly sensitive targets. 专家认为，为当地媒体报道应知影，伊朗当局想要淡化这一摆攻击，不过国际油价甲黄金价格依然拢起价。虽然有美国官员表示，以色列要伫18告知美国，计划伫未来24到48个点钟内对伊朗进行报复。美国国防部煞无回复，以色列到即马也无出面承认攻击。有以色列退伍将领是讲，这代志只是象征性攻击，未予伊朗进行强烈回应。公司新闻杨干编译。讲到即马，以色列甲伊朗的情势紧张，航空业者拢要闪过这段路。也按台湾有咧经营中东赌球的业者，嘛有接到真侪民众的电话，讲希望会当等过一阵仔才去出发。观光署嘛表示，目前也无咱旅行团调伫咧当地消息。完整保存的雕像石条，旅游团上爱去伊朗境内古城，因为伊朗和以色列情势紧张。虽然旅游地点和伊朗防攻击的所在有距离，旅行社嘛是接到关心电话。我们的
4月17，伊朗跟伊拉克2伊的行程呢就被迫取消并延后。后面9月、10月预计要出团的伊朗团，客人就已经开始取消了，因为这个伊朗跟以色列的问题。业者讲，伊朗团10天的费用大概13万起跳，伊朗伊拉克2伊团是28万起跳。无论延后还是取消，确实损失真多。不过一切以旅客安全优先。观光署声明讲，有联络驻台老维府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表示讲无接到相关地区有台湾人急难救助的通报，而且这个地区自去年10月以色列军事冲突以来，已经停止办理相关地区的团体旅游，嘛无接到旅行团的通报。屏保协会讲，目前根据外交部旅游提醒定号，伊朗部分区域是赶紧离境的红色灯，以色列是避免非必要旅行的橄榄色灯，双边的定号无共款，服业者嘛感觉困扰。以色列其实除了餐厅是关门的，饭店其实也是关门的，所以它那个地方几乎是不可能有旅客。所以以色列目前来讲呢，我们觉得应该是红色警戒才对。因为中东的情势紧张，华航声明讲会调整欧洲航班航线，暂时避免飞过伊朗甲伊拉克。也那长荣航空回应讲，飞欧洲航线已经避开伊朗，影响真侪。记者综合报道。中国的民航局今日是强行宣布讲，要启用 W122、123这2条航线，一条会划过去马祖，另外一条会划过金门。中国因是讲开这2条航线是为着要解决空中交通咧塌的问题，对两方拢有好处。也民航局是批评讲，这严重影响到咱的飞行安全，呼吁中国要赶紧协商。中国民航局伫官网公告，即日开始启用 M503航线 W122、W123含接线优先向东运作，各有个5月10日，福州登陆机场、进机场空域会进一步优化调整。佮表示，即摆优化福建地区空域，对东南沿海地区航空运输发展需求有利，减少延误，对两岸拢有利。台湾民航局回应，这个措施严重影响咱的空域飞行安全，对中国无经过协商大方面措施，佮表达严正的抗议，破坏了我们2015年以来这个达成的就关于航线的这个共识，而且呢也造成了这个区域不稳定的状况。我们在这里呢予以严重的这个谴责。我们也希望中国呢能够收回这样的一个做法。W122航路往马祖长短空域边界南平 ，W123往金门长短空域。民航局要求所属航管单位掌握航班状况，然后航空器接近咱的空域，马上向中国航管单位强烈要求将这个航空器带离开，确保金门马祖航路民用航空器运作安全。经国际技术分析，中国第2次开始宣布改路线，迄时阵咱的民航局都表达严正抗议。咱的军方也捌评估对各项空域有影响，毋过拢在中国上海情报区内底，恐吓无法度改变既定事实。无论空防上，我们应该把中共这一方面，你不要让它逾越海峡中线嘛。你让它海峡中线过来的话，你的应变时间只有3分钟到5分钟而已。可能会些许影响到的，应该是金门附近的，就是金门上义机场附近的一些航班。但是因为它空程上面也有一些间隔所以其实我觉得会影响，但是影响的这个范围应该是不至于太严重。航空学者黄泰林分析，中国已经向国际民航组织申请该航路得到许可。咱的民航安全部分除了飞安全主力加强，对相关飞行公告以外，恐惊也无法度改变这个事实。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上大条来看，今透早高雄三民区的一栋透天厝，那就是有人冤家放火，加速汤爆炸，造成1人死亡，6家人受伤。这放火嫌犯规身躯嘛是烧甲全伤，当来急救。警察是依照公共危险杀人等罪移送法办。巷仔内连栋透天厝一直在烧，搁出现爆炸的声音。轰，一直轰啊！我确定起火点在7楼。没有，原本瓦斯桶就有摆在外面。火势大到互邻里拢真惊吓，消防队1点钟内底把火拍花，不过爆炸的时阵，所有物件拢轰喷出来。有6位民众送医，那1位现场 OKA， 我们还在持续搜索中。那发生的原因初步判断是瓦斯气爆。无食药啊，无水啊，食米酒啊。无恁地方上算大家拢知影的头痛。知影啊，足头痛。头痛。火
火势有可能是为顶仔骹囥驾驶舱这间透天厝为外拖开哩，一名是大人妹夫得胜死亡，对面还有左右两边的徛家拢互影响，事故拢总造成1死6伤。除了有可能放火躯成男子全身大面积烧烫伤之外，其他的人拢是互玻璃刮伤。再是检察官嘛到现场来相验遗体。10点到12点附近都会睡，可能是睡梦中来不及。可能吧，不晓得是怎么发生的这样子。专案有可能是人为放火，警方无排除是这名躯成男子甲人有冤家，踮着家己徛家的驾驶舱来宣泄着心中的不满。专案会按照公共危险、杀人、毁损等罪嫌，报请地检署来侦办。记者王刘婷考证自个报道。今仔同款伫咧高雄的寿山动物园，不时拢有狗会去抢咱人食的物件。最近有民众发现讲，动物园的保全为着要赶狗，竟然是拿长枪出来巡逻的。动物园表示，即马已经拢甲换做底枪，只有紧急状况的时阵才会使用。将食物、饮料收进包包内，避免猴群抢食。来到寿山动物园，常常有狗四界走，园区不时卖广播，爱将物件收好势，避免造成游客甲狗的冲突。最近有民众发现，动物园保全为着要赶狗，巡逻的时阵会载一支1公尺长的枪，着家长的烦恼，动物园拢是囡仔，安尼行为敢有妥当？那是园方因即马执行之后，发现成效真正袂歹。当然，我是感觉在安全的许可之内，其实是可以的。那个枪，可能大人要好好的跟小孩解释清楚。对，那个是他在保护猴子，跟我们那个不是不好的示范。寿山动物园表示讲，园区逐天有2位保全的巡逻，保全炸长枪是属于个人的行为，目前已经请因拢换做底枪，而且枪支是塑胶的，袂伤到狗。平常时若无用到，会收伫骹板，万不至拄到狗甲人抢物件，才会使用底枪甲狗吓惊。真正做大范围的吼，也是讲做激烈的咧。侵扰到咱的游客的时阵，游客有反应，也是讲有危险的时阵，因才会使用这个工具来做赶狗的这个动作。因为寿山动物园逐天拢会发生狗抢食的事件，今年初动物园甲原地是半室外餐厅围起来，互游客会当安心用餐。园区除了保全巡逻，嘛会用广播来提醒游客莫抢摕食物甲饮料，避免受伤。记者张一辉、邱昭荣高雄报道。那根据2015年的发展观光条例，旅社场所10年内在完成登记，游客大楼嘛袂使掠挂。其中，伫台南有49间的庙寺有香客大楼，这庙寺就咧讲，香客大楼根本就无咧趁钱，列管是真无合理。管理局嘛回应讲，会向观光署来争取解除列管。正统罗里问新保庙3年就可以投城香，这个信徒交背景来参与，庙埕闹热滚滚。开照期间，庙免费提供香客大楼，通互人过暝，规层楼拢满房。也若平常日庙会扣挂清洁费，以一间4人房来看，一个人300块，计小视频外口价真俗。这阵公庙的香客大楼，互人规定爱申请旅馆登记，庙方出面驳回，因根本毋是盈利性质，冒香客出来赞声。无，伊这是来收一个方便啦吼，主要落去清洁费、什么费安尼尔。你去外面私人房都是2、3千起跳的，这里才1200，里面又干净又舒适，要什么也都有什么。我的庙寺呢，不是迄种营利单位啦，所以讲你若讲用营利单位来申请的时候吼，对咱来讲嘛非常的困扰。我若无大人经营呢，我会考虑咧，我庙方考虑咧，要停止营业，袂当个服务者，而且。香客啦。2015年法定观光条例修正，制定对象旅社场所10档内爱去申请，就包括庙寺，即阵过渡时期要到话。目前台南有49间庙设香客大楼，庙方认为即卖水电起价嘛爱请人来摒扫，加减爱开销，因认为着这旅馆无合理。管理局回应，香客大楼无论是以什么名称，只要有固定收费，就算盈利。若讲是随性上添用香，就通会当变列管。发展观光条例第72条规定，寺庙的香客大楼、劳工娱乐中心、青年活动中心、国军英雄馆、教师会馆等取得旅馆登记证，使得继续营业。相关规定都是为了保障
旅客人身安全。每年2月7日过渡期特别到啊，管理局表示，因会继续辅导票务，到时候相关单位违法，会照罚金数量罚18万到90万。记者上台南采访报道。即马国际情势紧张，针对巴勒斯坦要加入联合国这案，安理会4月18进行表决。15个会员国当中，虽然有12票的赞成，不过身为常任理事国的美国，却是动用护国权，直接把巴勒斯坦炸落来。联合国安理会18召开会议，针对有大会成员国提出决议草案，接受巴勒斯坦加做联合国的会员国进行投票。The result of the vote is as follows: 12 votes in favour, 1 vote against, 2 abstentions. The draft resolution has not been adopted owing to the negative vote of a permanent member of the Council. 包括日本、法国有12个国家投票支持，英国、瑞士弃权，也毋过美国动用护国权，用反对票阻止巴勒斯坦加做正式联合国会员国。巴勒斯坦为2011年开始推动加做联合国正式成员，在2010年摕到观察权的地位。对美国在18用1票否决的结果，巴勒斯坦驻联合国大使曼苏尔情绪真激动，表示这袂动摇巴勒斯坦建国的决心甲努力。巴勒斯坦驻地政府主席阿巴斯嘛发出声明，谴责美国无公平、无道德、甲无合理。而美国驻联合国特别政治事务代表伍德嘛说明，现在会投反对票。The United States continues to strongly support a two-state solution. This vote does not reflect opposition to Palestinian statehood, but instead is an acknowledgement that it will only come from direct negotiations between the parties. 另一方面，以下冲突爆发已经超过半年，超过3万名的巴勒斯坦人死亡，其中一半是儿童。路透社的巴勒斯坦摄影师沙列姆翕录一张被天的巴勒斯坦妇女甲受到飞弹袭击无命的5岁查孙遗体冒暗暗的相片，互人看甲心酸酸。这张相片嘛得到2024年世界新闻摄影奖。And I think what really talks about it is the fact that it's so universal, so respectful, so it embodies in one image all the suffering of the Gaza-Israel war, but also of any other conflict. 翕到这张相片的时间在冲突爆发了后第10天，评审团认为这张相片结合关怀和尊重，嘛互人看到就真歹放袂记。各位相片内底隐约传达这款冲突，互人感觉恐怖甲无力感。这个参赛作品有61000多张相片，除了这张作品得奖，如果阁已经另外3张得奖的作品。国际新闻台是唐朋友。继续来看东非的庆雅，当地时间4月18，一架军用直升机拄则起飞尔，就不明原因摔落来，包括国防军总长在内，有11个人死亡。庆雅政府嘛宣布讲全国哀悼3日，这嘛已经是庆雅这1年以来第5件军用直升机失事意外。在非洲东部的肯亚，一台军用直升机在当地时间18下晡2点外，在起飞了无偌久，就落在首都奈洛比西北边大约400公里处的平原地区，军机一日就大火烧，包括肯亚国防军总长奥古拉在内，拢总11个人死亡，另外有2个士兵活倒来，目前当伫病院接受治疗。Our motherland has lost one of her most valiant generals. We have also lost gallant officers, servicemen and women. 肯亚总统鲁托表示讲，罹难者的遗体已经运转去奈洛比，伊嘛宣布对19开始全国哀悼3天。肯亚和肯亚驻外国的使馆是降半旗，因为当地常常有土匪伫咧乱惹代志。今年61岁的总长奥古拉才会过去视察。肯亚国防部讲，奥古拉是伫1984年加入国防军，除了伫肯亚接受培训，嘛要伫美国接受战斗机飞行员的培训。Our mission as the Kenya Defence Forces is unequivocally clear. We stand as the guardians of our nation's sovereignty. 当地媒体报道，肯亚军方的飞行机是真旧，而且无合法维护。这已经是肯亚国内这1年以来发生的第5件军用直升机摔落来的事件。发生空难了后，肯亚的总统随召开紧急安全会议，由空军派人去摔直升机的现场，调查失事的原因。公司新闻新录播编译。极端气候影响，伫咧伊朗的东南部最近嘛当咧落大雨，河水是一时间冲起来，几啊千人是有路无厝。也伫咧印尼北部小岛是有火山喷发，官方是扩大撤离百姓，嘛封掉一座国际机场，有超过3000个旅客受到影响。
救援人员把塑胶弹出去，要抢救淹伫水内底的民众。这条直直涨水的溪港，真紧就把桥梁淹伫水内底。伊拢东南地区10八落大雨做大水，路旱田拢淹入水里，房舍和基础设施拢损害，估计有几若千人无厝通住，民众拢哀爸叫母。同款危急的，还有印尼北部的火山爆炸，伫北苏拉威西省外海岛屿的鲁勇火山，昨日开始爆发5摆，火山雾直接冲到2万外公尺的天顶。红公公的眼睛流出来时，阁有4人，当局优先火山崩塌引起海啸，扩大疏开11000人，阁封锁火山四围6公里内区域。同时阵嘛，考虑到火山雾可能会影响飞安，北苏拉威西省首府曼阿诺市的国际机场嘛暂时关掉，影响30几架班机3000几个旅客。Terus terang saya kecewa lah dengan airport atau maskapai tidak ada pemberitahuan 1x24 jam atau sebelum dari semalam pas bencana itu harusnya udah ada pemberitahuan. Nah. Masalahnya saya dari Kota Mobagu ke Manado itu 4 jam loh。鲁勇火山顶一届伫1871年爆发的时阵，大概有400人死伫所引起的海啸。这届当局当然爱真注意，目前正在关心火山的动态。公视新闻詹慧敏编译。那讲到 AI 人工智慧，即嘛是真进步，嘛真利便，不过嘛造成亲像会讲画面剪接做色情影片，违法犯罪问题。连未成年的查某囡仔嘛拢总受害。美国国会当咧推动法案，允准所谓规则的受害者，卖当提出民事的诉讼救济。14个美国查某囡仔马年进前互查甫同学偷翕面的相片了，用人工智慧 AI 软体夹入去色情图顶面。I was in shock. I started to feel a little sad, but that's when I went outside in the hallway, and that's when I saw a group of boys kind of mocking a group of girls. They were laughing about it. 去年10月，校校通知伊讲，网络有伊的假册现象，才知影家己变做受害者。那犯错的同学，干那用停课2天。We checked if what had happened to me was illegal, and it was not. It was legal. 虽然马年的老母提出申诉，不过即摆美国联邦法律并无禁止 AI 的侵权功能。申诉真紧让驳回。马年和处理去找当地议员，要求因爱立法禁止侵权色情内容。另外一个受害者是直接对伊犯错的人提起精神赔偿诉讼。美国的青少女即马变做侵权色情内容的受害目标，嘛是侵权技术受害者的假信息专家李娜讲，侵权色情内容已经占所有侵权影片总数的98%，而且拢是针对女性。这款侵权内容哪会愈来愈普遍？原因就是因为加害者所使用的程式唔那真好睇到，而且伊的介绍佫真俗。This technology has become entirely democratized now, and it's being deployed not only against celebrities like Taylor Swift or public figures like me, it's being deployed against ordinary people, moms, young women in middle and high school whose classmates are making these images of them. 联合国政策专家嘛指出讲，侵权色情内容当咧全世界窜起，要哪避免女性变做受害者，已经是重要的议题。美国国会即马当咧推动反恐法案，若是法案通过，未来所有伪造的受害者会当追究加害者的责任，对因提出民事诉讼。公视新闻徐婉玲编译。那讲到白色恐怖高达43年的历史，对台湾的民主发展是有真大影响。行政院嘛宣布讲，5月19要定做白色恐怖记忆日，有民间团体嘛办影展，望社会大众会当用不同的角度来了解这段历史，希望会当做伙来纪念威权时代受难者。这边的一个小小的坟墓，我们讲到枪毙的过程里面要付很多钱，对不对？赎回尸体的钱要多少？公务人员3到4个月的薪水。影片讲的是白色恐怖时期受难者被枪决了后，继续爱搁开钱甲遗体续登去的心酸。台湾自1949年5月19宣布戒严，了后的43年都是白色恐怖无人权的日子，一个人被迫害入境过往。为着要让愈侪人了解白色恐怖，新台湾和平基金会要办影展，希望社会大众会当透过电影用无同角度重新记忆这段历史。一个民主如果没有历史记忆，这个民主要怎么定义自己？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历史记忆，这个国家的精神支柱在哪里？
这届影展主要展出的作品，除了1994年经典的超级大国民，记录政治犯柯艺生谈少年时因为参加读册会坐监的过去，另外还有1989年金朝天堂和济新世代导演的作品甲动画电影，都是为着要记忆白色恐怖的受难者和反抗者。基金会表示，电影放刷了后，拢会有座谈会和观众进行深度的讨论。咱白色恐怖这题目哦，其实台湾足侪创作者做足侪影展甲白色恐怖有关系，所以阮咱就家己集起来，了后咧校园，阁有差不多20场，咧校园甲学校的老师甲社团斗阵合作安尼。新台湾和平基金会表示，影展已经伫网络免费开放登记影票，4月26至28会伫公店台北电影馆放送，嘛当地规划要甲影展搬到台湾各地巡回，而且自5月开始，这白色恐怖题材的电影，嘛会伫各地学校放送办讲座，希望台湾的历史教育，若是教科书内底简单的几段文字尔。记者卢尚如、郑准由台北报道。继续来看花莲地动，国民党是提出403赈灾停建条例草案，要编150亿协助停建，嘛以人数优势表决直接送交议托。行政院长陈建仁嘛讲，已经有专案小组来处理，经济部嘛拍算要分振兴券甲亚市券来救观光。车路搁停坡，花莲天星大楼周边管制拢解除，暗过附近东大门夜市游玩无啥物游客。花莲大地震了后，产业受冲击，经济部规推交配券进行在地观光，5月先推好市交配券100块，用消费200块商品；8月夜市进行券去花莲大营业100块夜市商品券。你外地客上，大家拢会惊。对这个补助小补还不错啦，只是我觉得说那个力道可以再大一点的话，对我们的帮助会更大啦。为协助花莲的民生和产业，亦欢迎国民党团提出403赈灾重建条例草案。赞成60位，反对51位，赞成者多数。本案逕付2读，并由国民党党团负责召集协商。经过表决，若被立场共款之下，逕付一读。中建总经费150亿，以特别预算方式编列。地动损毁的厝认定是黄红单，拆迁整建重建费用由中央政府专业负担。比较91赈灾重建暂行条例，公府大楼因为赈灾损毁办理重大修缮相关规定，政府提供200亿信用保证基金纾困灾区产业企业。适用条例期限3年，必要时阵经行政协定上至延长2年。行政院各部会已经集合在一起，不需要等待特别条例通过，不需要等备特别预算，我们现在都已经在进行。陈建仁表示，中央已经成立专案小组，按算投资超过200亿，完成各项复原重建加纾困振兴的措施。各部会继续甲花莲县政府沟通，希望中央甲地方共同协助灾民渡过难关。记者综合报道。即马外口有风声讲，外交部的机密资料哪像有泄露出来，有骇客伫咧网络顶咧买。咱台湾的邦交评估表顶悬声讲，台湾和教廷图瓦卢的关系有警示，可能有变卦。外交部嘛表示，这是认知作战，会调查清楚。专家是建议讲，重要文件要限制使用的权限，嘛要加强治安的防护。政府公务资料外漏定定发生，甚至被放伫咧网络顶卖。伫这份传讲，外交部也将这受灾户，敢若是有这份机密文件外漏，互骇客放伫咧暗网顶头卖。包括咱外交部对邦交关系评估简报表内面讲到，咱国家教廷抑个图瓦卢的关系，这嘛是道黄顶的警讯。抑个自美国代表处的电报，各学会函送互外交部的文件。和政府治安防护出现漏空。报道中所称文件来源可疑，并涉及境外变造、伪造等不法行为与操弄认知作战的恶意。外交部将与相关机关协调调查。外交部文件敢若是外漏，调查立委也要求赶紧确认机密文件外漏是不是真的。民进党立委王定宇就讲，台湾是治安大国，将会做好治安的防护。不论这一次资料是否为真。外交部甚至于其他部会要强化治安的管理，资料外泄是一件事，
如果整个 database 被绑架了、被锁住了，那个才是大事情。外交工作上面，如果说有这种泄露或是什么的话，我想这是不合格的一个外交动作。资源专家分析，因为这个国外管制，因为资源无够，佮欠缺资源的能力，常常和海客入侵。不过专家也提出解决的方法，会让参考台积电针对重要的文件采取限制准处。比较重要的资料或者是一些相关的资料，那我就是做一个严格的控管，像是一般的那个一些这个科技公司来讲，就是我进去要存取这些重要资料的，跟我要这个取出，甚至我就不能够取出去。在这几年政府资料外漏，上受到关心的案件就是2022年有海客开价要5000美金，在咧地下论坛卖咱国有到2350万户别个和疫情资料，其中包括政府机关的首长、县市首长加立委。政府经过比对讲，户政资料并无互海客偷摕。专家讲，政府除了采买资源的设备，也要强化人员的资源意识，双头做好资源的防护。记者综合报道。人讲关怀一地救人一命，台湾会基金会今举办关怀表扬典礼，要表扬一个70岁阿嬷，伊对1974年台湾才拄开始咧推动自关无回报关怀时，就开始咧关怀，关要50档啊，嘛实在是真无简单。我说，我就是 A 型啊，为什么不接？我这么胖，这么可以，我这么壮，我这么壮嘛，我就进去了。今年70岁的黄女士会记得伊第一摆关怀是1974年，伊咧读高中的时，司机看到关怀车看板写A型血糖咧欠，就随上车关怀。迄时要是台湾拄开始推动自愿无偿关怀，民间无关怀概念的时阵，会上瘾呢。你时间到了，你不捐，你会觉得你好像一件事情没有做拜五台湾会益基金会办典礼表扬台湾各地，亲像黄女士这款欢喜关怀的人，但是颁奖典礼现场通发现，领奖的人较无少年族群。基金会表示，即马有关怀经验的人，平均年龄是愈来愈大。我们现在的主力都是在35岁到55岁，这个其实是我们最多的了。往下扎根，我们出了一本很小的书，就是这个小朋友的血液课。我们希望从小学开始，然后在初中这样子慢慢灌输这样的概念，让我们全国的国民大家都知道。这捐血活动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基金会表示，即马少子化少年人无以前遐尼济，少年族群也较无关怀的风气。基金会表示，因当咧参学校合作，互囡仔自细汉就了解关怀的概念甲好处，互比抢关怀一地救人一命的概念，伫未来愈来愈普及。记者郭文林、玉凯新北报道。现代人愈来愈重视健康，加上即马高龄化社会，医疗科技的发展是有影重要。教育部今日举办第3届全国高中医疗科技创意竞赛颁奖典礼，希望透过这比赛鼓励有兴趣的高中生为医疗科技贡献心力。透过智慧卡环登记侦测使用者行路的脚步，再搁含正常的脚步资料做比对，会当提早判断使用者敢有帕金森症的征兆，提早发现就通提早治疗。这是拜五第3届全国高中医疗科技创意竞赛颁奖典礼上得到金奖团队的作品。因兜嘛有帕金森症的病人，阿公嘛有一寡。症状，所以我嘛想要去做这种来帮助伊治疗。人在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这个肌肉呢是需要被监测的。你的步伐越来越小之后，代表你的肌肉的健康度就没有那么好。老师就帮他一起申请了专利，在刚刚呢，这个专利局发讯息给我们说已经通过了。利用 AIoT 技术结合视讯镜头，侦测使用者姿势不良的问题，进一步用语音来提醒。这是专练健康主题得到金奖的团队作品，希望透过这个系统协助现代人调整姿势。团队表示，过程当中，因也有去参观台湾医疗科技展，让因的发明更加完整。我们在那边看到的几款就是更加发展到我们后面的几套系统，就是也是针对于骨骼的。
我们希望可能我们的精确及我们的技术可以达到跟他们同样的等级。主办单位表示，今年是全国高中医疗科技创意竞赛第3届，这届总共有277组报名，当年报名人数拢有在增加，望继续推广甲医疗科技的知识甲创意向下沿传落去。记者刘时武、谢桂林台北报道。地方的消息，昨透早北台湾又落一阵大雨，水事含桃园、阁有石门塘管理处嘛协调农业用水停送2天。石门水库的水位有明显阁提悬，不过有专家认为讲，政府应该提早准备，大水期应该爱提早调度，莫大家欠水，拢得爱农民先牺牲。最大的石门水库，因为18摆是早起一场强降雨大进步，储水量为4988万吨，回升到5068万吨，水位上升31公分，到219.57公尺，储水率已经达到24.7%。昨天的降雨的话，我们这边的资料累计是14.2毫米啊。那14.2毫米的话，依照我们这边的一个推估，会让我们水库增加入流量的部分差不多100万吨哈。江水水库水位甲储水量明显回升，北水分署表示，除了落雨也减少放水，亲像这摆落雨拄啊有落到平地，都协调石门甲桃园管理处停止农业用水供应，连续2天差不多营生130到140万吨的水。其实这段时间是没有什么影响啦，现在最怕就是在5月的时候5月那时候算是在抽水期啦，抽水期的用水量会比较大。很多工业用水是在跟民生用水进入同一条管线的，不过水田规定基本上来讲，农业是在工业的前面，但是问题在实际上操作的时候，工业会跑到前面去，因为工业跟民生是在一起的。农民无奈表示，政府重点拢是贡献，若无水生停的就是农业用水，常常牺牲拢是弱势农民。学者指出，政府一直到酷旱发生了后，才开始调度鼻塘加河川水源，动作伤过慢，每一摆都亲像咧跋筊共款，应该提前部署，设法将水留伫水库内底，另外佫为农民找找水源。除了提早调度河川用水，也应该按适度开放地下水来灌溉。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新竹内湾，因为特殊的地理环境是火金菇生态的重要所在。今年因为3月甲4月温度低，水汽有够，火金菇的数量是比去年更加多。对后礼拜开始，就是看火金菇上好的时间。黑暗中一时一时看起来有够水。4月到5月是火金菇的季节，新竹县内湾天然的环境，但年拢吸不少游客来这看火金菇。今年因为天气关系，加上水分有够，真适合火金菇探景。在对发展协会观察，火金菇的数量会比过去加2成。今年其实2、3、4月的时候，其实天气偏冷。天气偏冷，所以呢，萤火虫应该会比较晚一点出现。不过水汽多也会造成萤火虫的数量的增加，所以预计今年应该4月底的时候会有萤火虫的大发生。专家指出，火金菇虽然上介意湿湿的天气，不过也真惊落大雨，因为雨水伤济，会影响到火金菇实果生长。因为对后礼拜开始是看火金菇上好的时间点。专家提醒大家，无建议炸伤过光、伤过强的手电，才袂去干扰到火金菇的生态。你可以自备手电筒，可以，但是我们现在呼吁呢，能够不要开，尽量不要开。手电筒你只可以照在你脚前的路面上就好了。以前有一个错误的观念说，哎呦，我手电筒包一个玻璃透明的玻璃纸，那个塑胶做的玻璃纸，以为说这样子萤火虫就不会怕，后来发现说不对，所有的光源都是光害。台湾当地发展协会表示，今年的台湾火金菇活动，除了会提供现场导览以外，相关也配合举办各种的活动，希望游客来欣赏火金菇的时，袂当替台湾老街在地相关带来经济效益。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阁有一出新的台语戏出《勇气家族》准备要放送，这是咱台语台全新制作，在讲歌戏班家族的故事。陈阿兰甲郑凯芬等人主演，为着除了要让观众朋友了解戏班的演艺人生，
嘛希望大家会当看到歌仔戏的文化底蕴。台顶演员陈阿兰和曾凯芬分别扮演番梨花甲四顶山拍对手戏，红线舞段白尾牵电线。因两位伫新戏勇气家族内底演歌戏班家族的夫妻，戏主要是在讲戏班成员台顶台下的人生故事，和家族之间世代的冲突。药品的做法无一定适合咱歌戏。我好教，讲爱互观众甲顾客有体验。你要做这款的安排，爱先甲观众脱头，互因有心理准备。主演陈阿兰表示，这出戏会使讲是伊人生的缩影。其中勇气家族内底歌仔戏面临现代创新甲传统的冲突，这嘛是目前侪戏班世代交接的状况。伊也坚持两项拢爱兼顾，所以这出戏嘛加入侪动画艺术。原来新世代演员林武宣是表示，家己因为演这出戏，伫歌仔戏的脚步手路系真侪苦工，才真正体会到歌仔戏演员的辛苦。传统兼创新是即马现代戏剧应该表现的。对歌仔戏来讲，阮更加注意这一点，因为歌仔戏是传统戏剧，我无爱互人有这种印象，所以我一定创新的元素会放伫内底，放真侪。但是若无适合的，我绝对袂硬加。因为文化传承这件事情本身就不太容易，然后那我们再怎么样拼命做，也都只能做到那些皮毛，所以我真的非常敬佩，就是花了整个生命在做文化传承事情。勇气家族讲的是歌仔戏班的故事，制作人叶天伦表示，事实上因拢有甲歌仔戏每一出经典自头至尾翕落来，再甲精华加入去电视剧内底，希望互观众看到歌仔戏的水。遮经典的物件，我是感觉讲，若是即摆敢若会当伫咧庙的看到是真可惜，啊，即个会当伫咧公司台语台，会当伫咧华视，会当有伫咧中华电信，会当伫咧 Line TV， 遮尔啊侪人会当看到，当然爱讲上最经典的这个剧目，拢总呈现出来啊。这出勇气家族按一礼拜日暗时会开始放送，制作人希望观众会当总会来看台湾文化的骄傲，了解歌仔戏的底蕴和戏大开减省苦涩。记者卢尚如、郑俊友台北报道。固定古迹新港洪天宫是全国目前唯一有咧跳绿叶舞来替妈祖祝寿的庙司，其中的艺生拢是找新港艺术高中的学生来做。因即马嘛开始甲庙方来合作，开始向社区来推广，希望会当继续传承。对老师的指示，新港艺术高中的学生甲社区的民众做伙咧练习要向洪天宫妈祖祝寿的绿叶舞。新港艺术高中表示，绿叶舞伫祭祀文化当中是一项真重要的文化资产，学生的参与都是一种文化的传承。因为这个舞蹈跟外面不一样，接触不到，然后它也很特殊。像我个人肢体动作其实没有到很协调，但是其实慢慢学就会了。新港艺术高中跳绿叶舞的学生，真认真地练习每一个动作。新港洪天宫是全国唯一用绿叶舞向妈祖祝寿的庙司。指导的老师就讲，以前拢是教学生，今年头摆开始教社区的民众。按照咱就去做些尝试，伊老咱社区会较好无？因为囡仔会流动，会高中毕业大学嘛，咱明年是决定来。社区是讲咱的长期让社区的发展看有在发展无？很多动作，对，刚开始串联起来会很累，可是后来慢慢看图就会比较 OK 一点。可是就是要多练习。指导老师讲，绿叶舞的动作无讲介困难，但是需要把每一个动作记好调。即马都开始向社区推广，希望未来不管是长辈也是少年人，拢会当来学，或者个在地文化会当继续传承。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明仔载天气车款来看详细资料。北部地区22度到33度。中部地区23度到34度，南部地区22度到34度，东部地区22度到34度，高岛地区19度至31度。感谢你收看今日 AM 新闻，我是志刚，咱明仔载同一时间再会。